名列世界三大民俗慶典之一的台南鹹水風炮民俗文化活動，將在3月2號、3號2天來舉行。為了讓國內外民眾更加了解活動的內容，市長黃偉哲上午嘛特別出席活動的宣傳記者會，邀請國內外朋友元宵節做伙來鹹水，體驗刺激的風炮文化活動。鹽水風炮已經行之有數百年了已經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文化，而且重要的是有看熱鬧也有門道，因此呢，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。尤其今年呢，我們碰到了這個台灣燈會這個啟燈在嘉義，在鹽水的旁邊的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去看一看燈會，晚上再來看看風炮，也可以先看一下風炮起炮之後呢，再去看燈會，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開心。尤其鹽水風炮只有2天，燈會可以延續到3月15日所以都很歡迎。這部分是強強聯手，那所以說我們不僅是有台灣國際藍展，而且有鹽水風炮，還有台灣燈會，這些都是美不勝收的事情。歡迎大家來台南。代表武廟歡迎全國各地的遊客來到鹹水來看風炮。來鹹水不是干那看風炮，一空掠3隻，還有月經港燈節，還有新年破光節，所以來會當來看到足濟鬧熱的，所以歡迎全省各地遊客大家來看風炮。今年活動對3月2號展開新橋的實景，3號元宵節暗時，在鹹水國中的操場，還有3座長40公尺的主炮聲集中釋放。搭配餅5年生相，現場還打造真濟精美的花燈，並邀請盤國舞團、佮着月雲舞集來表演，邀請國內外遊客做伙來體驗。台南新聞林盈根採訪報道。